另外，今次嘅工程嘅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可以通過到，證明到環評係未能夠發揮到保護環境嘅角色，係形同虛設嘅，亦都反映到現時環評制度係有好明顯嘅問題，包括第一，環評對砍伐樹木係十分寬鬆嘅，無論佢砍伐樹木多定少，亦都唔係關乎到樹木對環境同埋周遭居民嘅作用，譬如觀景方面同埋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等等，只要唔係珍貴品種就可以砍伐。第二，環評冇清楚交代到砍伐樹林嘅處理方法，亦都冇清楚交代到樹林補償嘅詳情，例如點樣補償新樹同埋佢哋嘅種植地點等等。第三，喺環評嘅會議，經過我哋多年嘅觀察，審核政府嘅工程往往係比私人工程較為寬鬆，可能係因為委員都係由政府所委任有關。第四，現時全球暖化加劇，但係環評都冇評估到工程期間同埋完成之後所增加嘅溫室氣體量，例如成熟樹木損失同埋車流上升，可見而家嘅環評制度嘅落後。最後第五，係冇任何嘅制度去決定工程係咪有需要性嘅。就今次嘅擴闊工程，環保觸覺有以下嘅訴求，包括第一，現時第一期嘅工程，即係由圓洲仔去到太坑，係分開兩張合約嘅。第一張即係圓洲仔去到馬窩，係喺半年前所批出；第二張即係由馬窩去到太坑鄉，係剛剛喺2月下旬所批出嘅。本會認為政府可以立即向兩間中標公司商討修改設計，只係擴闊舊政務司官邸交匯處，即係圓洲仔交匯處同埋林錦交匯處部分，其他路段係不需要進行任何擴闊嘅。第二，喺第二期工程，即係由太坑鄉去到粉嶺呢個部分，暫緩招標，仔細研究係咪需要上馬。第三，政府應該公開交代大型基建有冇出現篤數嘅情況，並且應該公開所有工程嘅交通估算模型，以便立法會審議撥款嘅時候，俾議員同埋公眾作出查核。第四，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，提高對樹木保育嘅要求。第五，檢討整個政府嘅經濟思維，唔好盲目以基建創造就業。根據專門研究樹木嘅詹志勇教授表示，一棵長成嘅樹每年可以吸收15噸嘅二氧化碳。因此喺最後，本會想向政府提一個問題，就係我哋值唔值得為咗增加幾千個嘅就業機會，就犧牲幾萬棵嘅樹，每年即將減少吸收15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，對香港、對地球造成一個嚴重嘅損害呢？